讲到着有反省的心，咱请曾牧师。所听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咱当心伫主的面前，咱搁一摆当心来祈祷。至尊的上帝，阮组织伫你的圣殿，阮要学习生命的功课，因为你所教示阮的，阮要照安尼来行。遵照你的话来行的人，就要行伫光明的道路中。阮的人生嘛要得到主你的保守，互你欢喜，荣耀上帝，也互众人得到利益。主，阮将阮的心往你拍开，求主你的圣神对阮讲话，也将迄个反省的能力放伫阮众人的中间，互阮无得常常犯错，也求天父上帝，互阮即个反省的心会当知好歹，嘛会当拿来拿亲像天父上帝。阮将阮的心门往你拍开，愿主你的话就亲像光照伫阮的内心，光哪会当照伫阮，无搁再有黑暗。无一只暗，求天父上帝对阮讲话。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所要听的圣经的话，拢交伫你的手，求圣神来解说，互阮听会明白，互阮不但明白，互阮对心中欢喜，尊叹安尼来行。阮将今仔日的话交伫圣神的手中，求圣神来帮助阮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甲所有性命。阿门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一个。在咱人生中间真重要的功课，就是反省的能力。一个无反省的能力，伊的人生一定袂进步。反省不但对社会重要，反省对基督徒嘛真重要。反省的态度、反省的行为，毋是为着别人，是为着咱家己。因为会晓反省的人，伊要得到聪明智慧，伊要改变伊做真侪做人做事的方法。更较要紧，有反省能力的基督徒，伊会拿来拿亲像天顶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信主，袂因为你的年限哪长，你就自然而然就变做哪亲像上帝。但是只有顶头生的人，有悔改反省能力的人，伊才会发现家己的欠缺，伊才会看见天顶上帝的荣耀。所以反省是一个咱人生中间非常重要的功课。所听的姊妹，什么叫做反省？兄弟姊妹，就家里的囡仔有反省的能力。君主常常反省家己，小人常常反省别人。你发现真熟悉吗？有真侪人伫这个社会生活中间，若毋对，拢是别人。真少人当拄着代志有冲突的时候，伊第一个是冷静落来问讲。我拄则所讲的话，敢有正当？我伫人生中间所做的代志，敢有无妥当的所在？所以古早人讲，我每日三省吾身。这是古早一个叫真出名的孔子的学生，叫做曾子。伊讲每日三省吾身，就讲我每一天常常安尼反省我家己，我来做代志，我来做人，我。人生生命成长的态度到底是什么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经讲真清楚。今仔圣经中间无论是旧约新约，伊拢有讲到一句话，叫做省察。省察这个字原文的意思，就是讲将你的心放伫迄个所在。伊原文的叫做心内吧，心就是放，将你的心放伫什么所在？一个人若是用伊的心放伫钱财顶端。伊逐工为着钱财起起落落，一个人若将伊的心放伫上帝的话，伊讲上帝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所以省察的意思是常常敬奉耶和华伫伊的面前，常常用上帝的话做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耶稣嘛是安尼讲，伊讲无人点灯放伫刀仔骹，放伫刀下，放伫地下室。你的灯，你的目睭若金，迄个灯就光，无一只暗。所以上帝所予咱的话，若发光，咱的生命都无有一个角落是一个虚假，是黑暗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兄弟姊妹注意听，注意想，
一个会晓反省的父母，有反省能力甲反省态度的父母，伊的囡仔自然而然就有反省的能力。有的囡仔伊真够读册，但是伊将来拢用家己做中心，读较一册就读伫骹只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独独有反省的能力的人，伊伫伊的生命的中间，才会当求真、求真实，做代志踏实实在，伊的人生嘛会因为安尼来受祝福。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无人有反省的能力，兄弟姊妹，确实是安尼。若毋是踮伫人内面的迄个圣神，无人愿意承认家己是一个做毋对代志的人。咱活伫一个无反省能力的时代，咱嘛活伫一个真欠过反省的社会。有当时啊，囡仔比许大人较有反省的能力；有当时人民比政治家、政客更较有反省的能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的国家、互咱的社会，因为有一群人因愿意常常自我反省，因会通亲像光。互人看见光，也当亲像光。古早话有一句话叫做“光娜娜”，伊讲雷公闪电四娜，雷公四娜，迄个娜娜，就是讲光啊，光到极其的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今仔日的圣经讲，你的光要娜娜照伫人的面前。愿基督徒明白家己咱的生命，咱是一盏灯。那么伫咱的囡仔面前，时时呐呐，闪闪时时，亲如雷公呐呐，照伫人的面前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互咱的教会是一个反省能力的教会，因为反省要带来顶头生，反省要带来祝福的经验。一个无反省的人，伊永远无法度伫伊人生所行过的路顶悬来得到智慧。人的经验袂因为伊自然而然变做人的智慧。人的经验除了你用心去想，将你的心放伫迄个所在，放伫上帝话顶悬，你才发现讲：哎呀，我做毋对代志，我讲毋对话，我想受了毋对去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互你的家庭、咱的教会，第一，今仔日个金句安尼讲：我将我的话放伫恁的心。恁就吩咐你的子孙遵守来行，这是上帝所讲的话。兄弟姊妹，检察牧师解说，若有无适当的所在，恁感觉先插一下，不要紧。兄弟姊妹，毋是尊谈上牧师的话，是尊谈上帝的话。愿上帝的话家己发光，愿圣神亲自将伊的话解说互咱听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无论有同意无。咱对上帝的话，用上帝的话最重点。咱甲咱的天父上帝讲：主今仔日，我要将你的话放伫我心内。兄弟姊妹，省察就是这个意思。拄则牧师甲咱解说讲，省察这个字叫做心内吧。心就是英语叫做 put， 佢要放伫什么所在？亲像这个生产的饼、生产的葡萄汁，来放伫生产的桌顶。咱若将咱的心放伫上帝的话，咱若将咱的心放伫圣神的手中，圣神要解说人情世事互咱听。咱伫这个世间人情世事，有当时咱听袂清楚，因为父母嘛讲袂清楚，老师嘛讲袂清楚，国家嘛讲袂清楚。今日电视新闻报几年啊，但是这个消息，敢无台湾人真清楚知影讲，咱台湾拄着心中的情境。兄弟姊妹，独独一个会晓安静的人，将伊的心放伫真理的顶悬，伊就有判断的能力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兄这是咱的责任。今仔日耶稣所讲的话，记载伫路加第11章36节，伊讲基督徒就爱做世界的光，亲像灯的光，哪哪的照。灯台互人创造出来，是为着要光照黑暗。基督徒受呼召、受感动、受邀请，是要做耶稣的学生，行伫这个世间的道路中，用生命来讲是就是，毋是就毋是。
兄弟姊妹，用这句话为你家己祈祷。路加在1:36节，足水的话，其实我若讲那，咱可能真侪人真正唔知影讲迄那到底是那安怎的，对无？雷公死那，迄个那就是这个字啦。咱真少想讲单位靠遮水的话，这古早话今仔来讲我听，咱的囡仔有人听无？但是耶稣讲，恁的灯，恁的目睭若金，恁的活命就光，无一只暗。然后上帝话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伫你的心内的角落，无一只的所在是黑暗的，完全无都得闪上帝光伫你的内底。讲一招，唔免人解说，你就知影对甲唔对。迄是圣性的功能。一个人的心若真正有谦卑，伊按上帝话，伊自然而然，伊就知是非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在座兄弟姊妹，恁伫恁的囡仔面前。光那，阿们嘛，兄弟姊妹，做父母是爱安尼做，愿恁伫恁的囡仔面前头壳举起来，愿恁伫恁的囡仔面前，恁的囡仔看到恁，就亲像看到上帝同款，遐尼荣耀光那，咱未看得，但是这是上帝的应允，要互咱亲像光灯，将画面的真道表明出来。完巧培育的时代，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恁水互恁的囡仔看，恁荣耀互恁的囡仔看。囡仔较好读册，囡仔较好趁钱，无一定伫咱的面前应该放肆。愿天父上帝互咱伫咱的家庭中间，就亲像光灯点伫恁的家庭中间，无一只暗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今仔我要甲咱做两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，求上天父上帝赏赐咱有自我反省、自我批判的态度。一个人若无谦卑，永远欠过批判家己，因为伊拢检讨别人，若唔对，拢别人唔对。我看过一寡家庭有一寡囡仔，伊永远怪伊的父母对伊无够好，欺负处理。或者你唔免担心，嘛唔免艰苦心。主要帮助你的囡仔，帮助你，互恁伫你的囡仔面前光那，因带你的囡仔为你的囡仔祈祷。上帝的圣心啊进入伊的内底，伊才知影讲做人的本分、做人的态度，甲做人应该有的方式是什么？反省就是反省家己，我是毋是亲像一个人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自我批判是一个最要紧的功课。其实基督教的圣经本身就是一个灯，伊就是咧教这个信仰团体的人有自我反省、谦卑、自我批判的能力的人。你伫前教会啦，看迄个教会讲话真夸口、真捧风，你就知影讲迄个教会其实犹阁无真正认捌耶稣基督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自我批判是一个最要紧的话。伫圣经中间，伊所讲的自我批判这个字，就是自我的反省啦。criticism 就是讲，伊对伊家己所做，伊有判断的能力，有充足的智慧，伊知影对唔对，好唔好。什么原因伊会当安尼？两个，第一，因为伊有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是脚前的灯，路前的光。第二，伊有上帝的灵伫伊内底，若毋是踮伫咱内底的性情，无人会当承认讲，我是一个见笑含慢，我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，我的态度毋对。关主的圣性，对头一日，你呼叫主耶稣讲，主啊，你做我的主，对迄日到永远，这个圣性甲你三角地带。兄弟姊妹，关主的圣性伫你的家庭中间帮助你。拄则牧师解说讲，省察这个字，伫今仔日这段旧约合解书，这个省察，伊原文的意思叫做 sim 礼巴 ，sim 这个字就是 put on the table， 就是讲放伫迄个桌顶。你爱将这个话上帝话放伫你的心内。sim 礼巴这个字就是礼，就是人的心啦，放伫你的思想，放伫你的感情情绪，和上帝的话对你讲话。就亲像今仔日这个金句讲，你着将我
讲的话放伫你的心内。这是上帝对以色列的百姓所讲的话，记载伫申命记。申命记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所讲的每一句命令的话，申命记伊的意思，上帝所讲的话，上帝的囝儿都爱将伊放伫内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主的圣神将伊的话，搁一解讲互咱听。主的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讲牧师所讲无对的话，讲牧师解说了无清楚的所在，主的圣神插你的心，互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通过今仔日的话，发现伫你的生命中间有重大的所在。你若发现你有重大，就是表示你开始要进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伫伊的面前学习反省。反省毋是一个对别人的，反省是看家己。所以反省毋是看到一个人你真讨厌，你就用足歹听的话甲伊挑剔。你真无法度用阮伊的存在，甲伊侮辱，看轻伊无完全的所在。反省毋是安尼。真正反省是看家己，毋是看别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为着会当亲像你，因为我的主耶稣有讲，恁就完全亲像恁的天父上帝完全。恁就圣洁，因为恁的上帝是圣洁的。顶礼拜咱有学习反省一个功课，叫做圣洁的功课。这礼拜咱反省这个反省的功课到底是什么？兄弟姊妹，你来到这个教会，你伫这个信仰、这个年纪的中间，你有发现你的生命改变了吗？也这你有感觉？你来到这个教会，你伫这个上帝的面前，这段年日，你的生命有改变吗？你若发现未到，你要甲上帝祷告，主啊帮助我，彻底上会改变。因为对耶稣的人最大的快乐，就是互人看见你的生命中间，你已经无气质。你因为耶稣的缘故，你的生命改变。主啊帮助我，互我毋是为着别人，是为着你的荣耀，为着你的荣耀。孔子讲：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伊的意思是讲，君子是一个有品格的人，伊是会晓反省家己的人。迄个品格较弱的人，伊敢若会晓责备别人。那所有一切毋对，拢别人毋对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你，对今仔日开始有谦卑的态度，有反省的能力。人，你甲人指责的时候，人讲，这个人伊的生命中有一种真水的气质。当拄着冲突的时候，伊无一个出嘴就讲骂，伊嘛无一个出嘴就讲你毋对。古早咱看到若出车祸吼。一路来一定是先大声的人赢，对不？但今仔日发现咱台湾渐渐毋是安尼啊！今仔出了车祸落来，会问讲：啊，你有要紧无？会慢慢好好讲。社会会改变，只要一个社会若有好的时代，有一个好的文明，有一个好的真理，有一个好的宗教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台湾，咱的囡仔将来有亲像这个叫做。君子求诸己，就是伊要反省家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做一个有能力的许多人。兄弟姊妹，你无法度拜托你改变你的囡仔，你唔通自责，嘛唔通放弃对你的囡仔，为伊祈祷。因为人的改变本地就是无简单的代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人的改变本地都唔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。但是若有一日，真正上帝的光。照伫人的内底，迄个人唔免勉强，伊就家己自我选择讲，我要选择一个更较有价值的活命。主帮助咱，一个会晓检讨家己的人，是一个这个社会中间受人尊敬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公主的学生曾子，伊讲吾日三省吾身，毋是用3摆尔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我每一日拢常常安尼反省我家己，我做代志有忠实的心无？我做人有信实的态度无？我嘴咧教人，啊，我家己敢有学着这个教训？
所以爱你姊妹，一个牧师若敢若要责备会友，生活若讲话袂出来。你想，这个牧师伫一间教会有才调多偌久？兄弟姊妹，你做你的囡仔是大，毋是大人，好对，你做你的囡仔是大人，你会当做偌久？用牧师当然是一世人啊。但是你的囡仔伫你的背后安怎讲你？我的爸爸妈妈伫教会的时阵是一个足敬虔的基督徒，但是倒来到厝里，完全甲伫教会无共款。哦 ，no。愿上帝祝福恁，你的囡仔讲，我的爸爸，我的妈妈，真正因真正足亲像圣经内底咧讲的耶稣。上帝祝福咱，兄弟姊妹，反省是一个改变的开始，反省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开始，反省是一个祝福的开始。愿天要上帝帮助咱。哦，圣经中间所咧讲的反省，毋是一个足肤浅的态度，甲足肤浅的哦，清清彩彩的一个情绪，毋是。哦，伫圣经中间所讲的反省，就是倒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伫上帝的面前，互上帝光照你，无多想，你若现迄个水甲我挂掀起来，你就发现真侪假抓呐，袂记光就世界全世界闪。一个犯罪的人伫上帝光照的面面，常常冒这种惊吓的心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都来到主的面前反省。更新向善，毋是干那反省尔，改变。往啥？向日葵就是往光往上帝的日头。主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吼，自我的批判反省，伫希腊语安尼写，英语叫做 autocriticism， 意思就是自我 self， 也要你家己反省家己，毋免老师讲，毋免父母讲，毋免别人讲。免人讲，我就知影讲应该做什么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中间有圣神所带来，上帝圣神甲恁三甲你地，互咱的生命中间对上帝的话，咱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要伫今仔日这3句话，你到底要讲什么功课，互我听？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旧约、新约甲金句内底，3句话讲3项代志。第一，伫你的人生中间，毋通有破空、破起来的所在。今仔日旧约讲，你趁钱多，但是留袂掉、收袂掉；你无用试试，但是无留到半项物件。为什么？伊讲，因为你的落地啊破空啦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咧提醒基督徒，毋通生命有破空的所在。鸡龟啊，若一支针小可插起来，迄粒鸡龟啊，就直直消风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旧约中间第一，咱伫主的面前下手祈祷讲，主改变我，互我的生命无有迄种隐藏的恶，互我的生命无迄种稳重的歹邪恶，主啊保守我的生命无破空的所在。第二，伫耶稣所讲的这个新约的中间，第一就是讲，你目睭若金，你的生命就光，不但光，因为你要互人看见光，哪得照？放伫你个灯台顶，关掉你个厝顶灯啊，这个日光灯，一拍开了，规内底拢光，主帮助咱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为着家己祈祷讲。耶稣讲，人点灯是下伫，无人是伫灯台顶，要互入来的人看见迄个光。兄弟姊妹，人点灯下伫灯台顶，互入来的人看见光。得当教会会友，上帝甲恁组织这个，上帝甲咱放伫这个所在，你甲我，要互入来的人看到，这间教会心受真正有耶稣的光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伫主的面前，为着咱的生命祈祷讲，主，互我哪得照，互我发光，伫我的家庭、伫教会、伫社会中间，主帮助咱。伊讲，你的目睭就是身躯的灯，你的目睭就是身躯的灯。你的目睭若金，通身躯也光；你的目睭若灰，你的身躯就暗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这话放伫咱的心内，警醒咱家己。咱甲主讲，主帮助我，
第二，伫今仔日个礼拜要邀请咱甲圣神讲，主啊，亲爱圣神，求你加持我明白反省，会当带互我人生什么种的祝福。一个有反省能力的人，伊的生命中间有什么种的改变？我要甲咱分享3项反省带互你我咱的家庭甲教会足要紧的改变。3项，就是互咱看见咱的生命中间什么所在插着灯啊。咱若开车出去倒来，隔顿天光起来，你发现车轮啊无风，你第一个想到是想啥？我一定昨开车去校着铁灯啊，对吧？经管方管的去车行，叫车行甲你询看卖，到底什么所在？生命上惊就是有破空，因为咱的生命若有破壳的所在，安怎承受上帝恩典都留袂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二，反省的能力最重要，就是互咱的目睭无受压榨，互咱的目睭无受压榨，互咱的目睭金，像着灯台更那那。第三，一个反省的能力的人，伊的心内常常敬畏上帝，尊敬上帝的话。上帝你的话怎样讲？我不打折，我无打折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伊尊上帝的话做伊的祝福。上帝的话比芳芳的蜜更加甘甜，比黄金更加宝贝。因为上帝的话本身会带来能力、智慧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帮助我的生命中间，互我谨慎看。有真侪时阵咱看袂了解，是无？你免屈准，因为咱就是人，人拢看表面的。咱做判断的时阵，若无眼见为凭，咱唔敢相信。这是人的有限性。人无都看到迄个无限的，人无都看到久长的，人无都看到将来，人嘛无都看到伊家己目前所拄到迄个危险。独只有上帝的圣神来开人的目睭，上帝就互你知讲，交囡仔，你要细字哦，你唔通目睭闭无金。我伫点关咧看呢，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目睭金，互咱会当判断，用什么做判断？用上帝的话做判断。上帝怎样讲，咱就怎样做，因为伊的话要做你脚前的灯，做你路上的光。像你今仔日的圣歌对所吟的，这就是歌。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你的囡仔要去读册，你该放手伫个头壳顶，你该放手伫个心内，注重伊的话，就是智慧的话，放伫你的内心。像这你的囡仔一定会受祝福，因为祝福这个话伫圣经原本的意思，就是讲好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，这是今仔日圣经的话啊。上帝家己讲的话，伊讲：恁着省察恁的所行，你着省察恁的行为，省察恁的生命，甚至省察你的内心的心思意念。你的动机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有好的念头，有上帝以良善的灵点伫恁的内心，求天父上帝。新约耶稣所讲的这个省察。伫路加福音11章35节，中文合本和本中文的翻译是讲，恁着省察，但是原文白话字翻做，恁着谨慎，迄个看是我加起的，意思就是谨慎看，恁着谨慎，看恁的生命中间行了恁生活伫白贼虚假扭曲的内底。行了你内面有黑暗，行了你内面有垃圾，行了你内面有弯曲背逆，迄个无好的动机甲念头。一个动机若开始，你马上爱知影好歹，你爱甲伊动。你的内面有一个动机是毋对的，你一定爱甲动讲。这个念头离开我无用这个念头继续伫我的内面搅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你，有这种的智慧教你的囡仔，甲你的囡仔讲，孩子。你说错了，今天父母欠亏甲囡仔讲实在话，有当时讲的话相当，毋是实在话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，真侪有父母的权柄，因为上帝设立伊的囡仔
设立父母做囡仔的祝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你的家庭中间，上帝赏赐能力、智慧、权柄，互你带你的囡仔对看袂清楚的中间，重新得到清楚。主赏赐你能力，奉主的名，甲伊讲实在话，不要一昧的讨好你的囡仔，不要一昧讨好你的囡仔。都爱伫你的囡仔行入十字路口的时阵，会晓你甲伊牵倒来，互伊对上帝来行。你的囡仔才会当看到真正真相，求真、求善、求美。兄弟姊妹，信仰是帮助咱求真、求善、求美，都是伫圣神的帮助中间，咱目睭金，咱看会清楚知影，心是好歹、水歹。顶礼拜牧师甲咱提醒讲，不要再做小丑。在咱的人生中间，咱来做一个圣洁尊贵的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所听的姊妹。第二项，反省的人，伊看到家己生命中间若有无妥当的所在，伊会晓得去补破网。咱有一条台湾的民谣叫做补破网，兄弟姊妹，做一个基督徒上要紧的功课嘛，就是补破网。什么人先甲咱补？主耶稣基督。当咱伫人生中间，要唔知通回头，要袂晓的时阵，咱的主耶稣，伊亲自来到咱的人生中间。当咱无能力为着咱的人生做补破网的事，咱的主耶稣要为着你做这个工作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愿这种的咒诅离开你的家庭，愿这种的遗憾离开你的人生。今日圣经讲，你夜种的多，收成的少；你食的食袂饱，你啉的啉袂止渴，你穿衫嘛穿袂少，你得着工钱，用工钱放伫什么所在？破空的工地啊！愿天父上帝帮助，所听的姊妹，伫你的人生中间，建立入你的库房，无一项浪费。求天父上帝祝福你的人生，好，伊会保守家己三角地带。求天父上帝，互你有这种反省的能力。反省最大的能力，就是破口防毒，未雨绸缪。就是你知影叫唔对啊，你已经知影危险嘛，唔通个戆戆啊出去啊。你若知影有危险嘛，你就唔通个迄个所在。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。反省就是知影讲，对经验中间学到教训。所以有一句历史学家所讲足水的话，讲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袂晓伫历史的教训中间学到教训。一个最伟大的教育家叫做江大卫，一个人叫做杜威博士。伊讲人毋是对经验学到智慧，人是对经验的反省学到智慧，有啥物差别呢？人戆戆的经验就是死人，但是伊无一定有智慧，因为从来毋捌想讲为什么安尼。人爱伫你的经验中间有反省的能力，所以这个杜威博士伊讲，人是伫经验的中间反省讲，为什么我今仔日甲安尼？我较比别人较拍拼，但是较比别人较歹命。兄弟，无一定。咱对这个经验的中间，咱看到歹命是一个角度啊。就亲像总算常常讲，我若无小儿麻痹，我就无一定会信耶稣啊。兄弟姊妹，人生中间有当时苦难是一个机会啊。咱伫反省的中间，若有圣神帮助，咱要看见。伊讲，你的目睭就是你身躯的灯。你的目睭若金，换手祈祷，咱个主祷讲，主开我目睭，互我无看世间；主开我目睭。互我独独看到我一世人毋捌看到上帝你家己的荣耀。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开咱的心，互咱伫伊的面前受祝福。主帮助。苏格拉底讲，一个袂晓反省的生命是一个无价值的生命。一个生命若是一个袂晓反省，迄种的人生是无价值的人生。恁捌听过一句话叫做“黄金落火炉”？恁捌听过无？纯金不怕火炼，对吧？兄弟姊妹，愈锻炼愈检验，人的品格哪来哪成熟？你内底生命，迄种的破空，迄个黑暗，
迄个邪恶就渐渐减少，咱的生命就拿真善美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赏赐我这种反省，这三项的能力。第三项的能力是什么？就是对犯错的过程中间悔改，学着假是后摆唔通去忘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人类会当进步，科学会当进步，拢常常伫错误中间找到一条新的路，对无？做实验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这个验几啊千摆万摆，伊才找到某一项物件的配方，这个配方是有路用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你的经验中间，通过主耶稣的怜悯、圣经的帮助，进步。因为进步就是创新的开始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这就是拄则我甲咱讲拄话，伊讲人毋是对经验中间来成长的，人毋是对经验的中间自然而然伊会当大人，毋是。人是对经验的反省的中间，伊知影讲毋通去行这种路，后摆若拄着这种的路毋通行，因为稳惨的。主帮助咱对咱的人生的经验中间有反省的能力，主赏赐咱，主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。遐个姊妹爱敬畏上帝的话，亲像敬畏上帝。敬畏上帝的话，亲像敬畏上帝家己本身。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你会记得牧师常常爱甲恁读分享的以赛亚11章第20、第30有无？当上帝的灵若踮伫伊的内底，伊安那？有智慧的灵，有聪明的灵，有策略的灵，有能力的灵，有才华的灵，有敬畏耶和华的灵。遐个姊妹，相信若踮伫你内底，你有这种的能力，有这种的判断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我的生命要亲像灯光那发光，太水了。但我读了这个话，其实我真正读无讲，为什么巴克的牧师甲伊翻译做那？后来我一直Google，我将这个话放伫Google顶，我问讲。台湾话这个那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？后来就举一个，伊讲雷公死那我忽然就了解讲，原来阮较早老一辈咧甲伊讲雷公死那有无？死一个那，伊若光就走出来。主帮助咱的生命是光那咧照，伫你的家庭，伫你的人生，上帝祝福你，主耶稣将伊的光放伫你的内底，因为耶稣讲，我是世间的光。踮伫我的内面，人就无生活伫黑暗中。或者邀请这个主耶稣活伫你的人生中，好不好？所听的姊妹，互主耶稣的光伫咱的教会，好不好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无空空。每一个有感动的人，拢伫主的面前决定，我要脱离黑暗的关系，我要活伫光明的中间。主赏赐我改变，互我的发光。伊讲人点灯下伫灯台顶是安那，要互入来的人看见迄个光。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伫你的家庭中间是发光的父母，你的囡仔因为你的信仰，因对互你失望，变做互你恩望。原本是互咱失望的囡仔。该带倒来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上帝要互这个囡仔重新成做一个有愿望的囡仔。上帝祝福咱的人生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兄弟姊妹，安静想今仔日的圣经，你甲主祷，主我伫什么所在需要反省？主伫我的人生中间有什么无妥当的所在？主，愿我成做世间的光。愿我真侪你，放伫地堂教会的光，主，我是为着要将你的光表明出来。这就是保罗所讲，伫弯巧背极的世代，做上帝无瑕疵的囝子。伫弯巧背极的世代，今仔日台湾有的政党真正是无反省的能力。如果你若拄啊超拄看，毋是迄个政党的人。
愿上帝互你加做迄个正当的祝福，你改变迄个正当。咱有权利选择咱要做什么种的人，但是上帝设立咱有反省的能力。上帝互台湾有一群真有反省能力的少年人。10年前的太阳花，去年的青鸟，拢毋是宗教团体，毋是政治团体，因站出来讲，阮感觉安尼毋对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赏赐这个社会，因为有真理有反省，我相信台湾是安尼。所以我袂惊，因为我相信咱的囡仔已经当大人，咱当时来祈祷。真理的上帝，宇宙的光，你是我一生所渴慕。在你的面前，我要有最最的愚公软者，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阮，互阮日日新，日日反省，日日改变。直到有一日，阮哪来哪亲像你？主祝福阮在座的兄弟姊妹，互因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毋是听到责备，互因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是因为圣神的同在，因有一种受邀请、受鼓励，对家己的生命要哪讲究，迄种的欢喜。主你互阮做许大人的愿，会当为着阮的家庭来发光。主阮伫你的面前，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内心，恳求上帝点灯，点到阮生命的光灯，互阮的光灯永远倒地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